咁而家咧就只需要78萬就可以成身出售噶啦，而且係銀行係冇欠款嘅，紅本在手，每5為1噶啦。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啊！我係琪琪，今日琪琪咧嚟到星河單提過嚟咧就拍一套二手新盤嘅，咁業主咧係21年買翻嚟，講緊16000幾無批，咁裝修使咗成20個，咁而家咧就成身誠意出售，咁就78萬就可以攞低佢，3房2廳1廁，77方嘅，咁基本上做到南北通啦，獨門獨戶啊，真係筍到冇朋友啊！咁現時琪琪嘅位置咧就喺我哋嘅星河 Coco Garden 呢度樓下啦。咁呢度嘅商業咧非常之成熟，唔單止有麥當勞，而且有肯德基，同埋呢個香銀超市非常之旺。咁我哋呢個 S2區咧就正喺我哋嘅星河 Coco Garden 側邊。俾大家睇睇，落樓就係商業噶啦，非常之方便。咁 S2區咧亦都係想當年21年咧係要靠搶先可以買嘅，就唔係話你嚟到有錢就可以買，基本上存款擺呢一邊，按揭就要排到後邊噶啦。咁呢個業主咧亦都係全款攞低嘅呢個單位，紅本在手，冇欠款噶。咁想當年都係投資客，想賺翻啲錢啦。咁而家諗唔到蝕到冇晒啦。咁基本上咧係蝕咗接近去到一半嘅。咁就70零萬攞低佢77方，總價咧就非常之低嘅，而且實用率做到100%。點解？因為咧我哋 S2區咧基本上每一套單位咧係有送足一間房嘅，咁呢一套77方咧送呢一間房咧都有接近12個方啊，係非常之 OK 嘅。咁可以見到啦，而且位置靚仔啦。咁我哋星河 Coco Garden 平時你落樓買嘢啊、買菜啊都相當方便，逛街買奶茶、睇戲啊、剩啊，咁呢個商場入邊都有晒噶啦。咁其次嘅話咧，我哋樓下就係我哋嘅愛心樓巴。業主巴士可以點對點坐到喺蓮塘口岸，包括係坐到喺香港嗰邊嘅。咁我哋呢個位置咧就係背靠亞公頂啦，行過去呢個惠陽高鐵站啊。平時坐公交車過去講緊都係10分鐘之內，揸車搭滴滴嘅話咧5分鐘可以去到噶啦。咁平時翻香港西九龍咧講緊都係1個鐘咁嘅車程。從商場期而家行過嚟到已經係到咗 S2區嘅一個側門噶啦。咁呢一個咧係一個西門嚟嘅，佢仲有一個東門，另外一邊仲有一個南門。咁側邊就係我哋嘅靚湖景啊，單月湖。咁平時落樓散步玩下行下散下生啊，都非常之方便嘅。因為呢個屋苑咧主打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啊，成個屋苑有2萬戶人家，包括我哋嘅別墅區啊、小高層啊、大平層啊、我哋嘅複式啊，咁包括我哋啲高層住宅啊，各種產品都有嘅。係啦。OK， 咁而家唔講咁多啦，即刻琪琪帶大家上去睇睇。OK， 咁而家琪琪帶大家上到嚟我哋嘅實體單位。S2區3棟7樓2 lift 5伙嘅，咁咧呢一度咧呢一戶真係非常之正，唔單止朝南向，實用率做到100%，而且做到獨門獨戶，好少單位細即細戶型係可以做到你獨家獨門獨戶嘅。咁長嘅走廊可以擺放你個鞋櫃，訂做到頂都冇問題啊。係啦，咁呢一個係第一個好處啦。咁呢一套單位咧，我哋日淨係77方嘅。實用率咧係達到100%，點解？因為呢度送咗一間房，俾大家睇睇，成間房入到嚟咧係可以擺到5尺長，包括床頭櫃，包括我哋嘅一個弧形嘅一個超級大嘅訂製衣櫃，大家睇下呢個深度，成個人都可以企到入去噶啦，
擺晒你啲生啊、性啊，可以擺到好多啲儲物空間相當足嘅。咁呢間房咧係大約有12個方，係全贈送俾你唔入正嘅咁而且係朝南向望花園啦。成間房唔單止做到衣櫃床，而且可以做到一個咁大嘅書台，可以作為一個梳妝台或者書台使用都係冇問題嘅。全屋訂製櫃咁業主咧裝修加訂製加家私家電，全屋都使咗成20萬噶啦。可以見到指紋密碼鎖呢一個都係轉咗嘅，可以睇翻。咁睇翻我哋嘅門後邊，仲做咗個訂製櫃可以擺放電錶啊、鞋啦、鞋櫃啦喺入邊嘅咁到上邊係做咗一盞燈啦。咁嚟到呢個客廳咧，亦都係第3個亮點，細積做到南北通透，非常之罕見嘅星河單體。目前 T 區產品咧細積最細細節都97個方但係呢個講緊77個方，總銀碼又平咁3.4米咁嘅開間。咁客廳咧，業主咧係做咗一個實木家私嘅，咁包括我哋嘅凳啊、電視櫃、茶几一 set 一套過嘅。咁電視咧就比較細啲啦，就係 TCL 嘅咁呢一個咧大約都係40寸左右一個細電視我覺得呢個電視咧適合擺房間睇又比較啱啲。其實呢個廳咧可以擺翻個65寸嘅大電視都係冇問題嘅咁我哋睇翻啦，陽台係朝正南向，陽台出到嚟咧，業主朋友咧係擺咗一個生活呢個洗衣家政櫃下邊擺滾筒洗衣機啦，上邊可以手洗搓啲底衫底褲咁上面係做咗一個晾衣架嘅，可以見到亦都防護網都做好晒噶啦。咁呢度咧唔單止朝正南向樓間距，而且望出嚟特別遠望我哋花園咧非常之舒服，非常之靚。咁因為呢套樓層咧就唔算太高嘅，7樓咁嘅位置，其實望花園咧就真係唔需要買超過10樓10樓以立係最靚噶啦。唔單止我哋嘅一個東位，仲可以望到我哋嘅單月湖嘅湖景望到別墅區嗰邊嘅可以見到。OK， 咁嚟到我哋餐廳位置睇睇，餐廳位置咧業主朋友整咗呢一個風扇燈平時打去做風扇啦、做燈啦。咁呢個餐台咧都係配合翻我哋一個客廳呢啲實木家私嘅，咁就用咗一個實木餐台啦。咁其實呢個餐台咧就比較懷舊款式亦都係比較襟用啦用呢啲實木啦，就唔需要擔心隔傳緊嘅問題啦就即刻可以用到噶啦。咁包括側邊係做咗個酒櫃到頂嘅，咁呢一個訂製櫃可以見到都保養得好新淨咁顏色搭配咧都係比較現代化咁嘅顏色嘅。咁北向呢邊咧望出嚟咧就係望到我哋嘅一個星河 COCO Garden 嘅一個商場啦。我哋 S2 區咧行出去落到樓下呢度有個側門嘅，就係我哋嘅商場。咁平時落街食嘢 shopping 都非常之方便啦，落樓就係噶啦。咁包括睇到我哋嘅 T 區產品啦，正喺對面嘅咁目前新產品新樓3、4棟都仲有單位賣緊噶。嚟翻我哋嘅廚房，你真係想象唔到咧，77方有埋咁大個廚房咁之前我哋 S2 區真係搶到爆嘅基本上係要搶先買到嘅，因為佢呢一區咧真係實用率高成個廚房做到腰自然，3件套油煙機、燃氣爐都係幫你準備咗少咗個消毒櫃消毒櫃咧或者洗碗機咧就需要自己買啦，可以拆翻呢2個櫃，整翻個消毒碗櫃咁嘅位置嘅咁包括熱水爐萬家樂牌嘅。咁咧雪櫃位置咧係擺咗個單開門，你擺一個雪櫃仲有更闊個位置，你可以擺下你個微波爐、你個烤箱、你個電磁爐，呢一 set 都可以有咁闊落嘅位置可以俾你擺可想而知咁大個廚房。OK， 咁睇翻我哋入邊先咁我哋嘅洗手間啦，就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嘅，洗手間都一啲都唔會有狹窄。咁平時入到嚟沖涼咁闊落個空間，係啦，好四正。花灑、鏡櫃、馬桶呢啲都係做咗噶啦睇翻我哋另外一間房，咁呢間房咧都係訂製咗個榻榻米嘅。咁當時呢間房係陽改房啦，咁就做咗個風窗啦，係做咗嘅。咁呢張床係5隻床，下邊可以擺啲被剩咁呢邊就做咗個書台嘅咁望出去都係望我哋嘅星河 COCO Garden 嘅商場。另外一邊咧，呢邊係望我哋嘅湖景嘅，可以睇翻最後嚟到主人房啦。主人房咧做到南北通透，朝正南向望花園嘅。咁呢邊咧係朝北向望我哋嘅星河 COCO Garden 嘅。呢度係做咗個梳妝台，
兼衣櫃使用，都係訂製櫃嘅嚇。咁另外一邊咧再唔夠，我哋嘅床後邊仲有一排衣櫃訂製到頂噶啦。咁呢張床咧係5隻床，係可以做到3邊落地嚇。咁包括係望我哋嘅朝南向啦，成個花園嘅中央軸全部望晒嚇。嗱，咁呢套單位咧業主係2021年買翻嚟嘅，咁想當年高價16000幾，仲要靠搶先搶翻嚟嘅嚇，無批。咁咧花咗成20萬搞埋裝修，全屋家私家電整埋落嚟嚇。咁咧個成本價咧嗱就要120幾萬，再加20萬，去到140萬左右噶啦。咁而家咧就只需要78萬就可以成身出售噶啦，而且係銀行係冇欠款嘅，紅本在手，每5為1噶啦嚇，即係唔需要交增值稅啊，其他嗰啲噶啦嚇。咁買呢一套單位咧，首期15%，大約係11萬左右，月供講緊係2700蚊就可以輕輕鬆鬆攞低噶啦。咁買二手樓咧，就需要交一個契稅啦，一個點啦，同埋一個中介費啦，1.5% 啦。咁呢啲係必須係要交嘅，實打實嘅嚇。咁同埋呢一個位置咧就非常之方便啦。咁呢一套單位亦都係21年先交樓嘅，亦都啱啱夠5年噶啦。咁樓下唔單止近我哋嘅星河 Coco Garden，而且就可以近我哋嘅單月戶，平時食飽飯落樓去散步嚇，望住個靚靚嘅湖景行一圈都非常之放鬆嘅。成個星河單體咧，唔單止我哋有樓巴可以去到香港尖沙咀包括係旺角呢啲觀塘都係去到嘅。咁其次我哋有愛心巴士13個8，可以從我哋嘅星河 Coco Garden 嗰個位置上車啦，翻到去我哋嘅聯塘口岸，講緊都係1個鐘之內咁嘅車程可以翻到去嘅。咁咧唔單止仲可以坐高鐵啦，我哋係背靠亞公頂森林公園咁平時有私家登山通道，有高鐵站、惠陽站。咁從屋苑過到去咧，大約係5分鐘車程。乘咗呢個高鐵咧，翻返去香港西九龍，講緊都係1個鐘嘅車程，點對點直達噶啦。交通方面真係冇得彈。咁配套咧亦都係有商場啦。咁我哋對面馬路咧仲有西區街市啦、天虹商場、大潤發啦包括我哋嘅第6人民醫院講緊都係500米嘅範圍之內，就有齊晒呢啲商場同埋醫院醫療配套噶啦講真，呢一度咧就真係冇咩缺點嘅。咁呢套單位咧又上成梗啦咁基本上咁就冇其他嗰啲增值稅雜費78萬輕輕鬆鬆攞低。咁揾琪琪嘅話就係幫你飛一飛劈一劈個價就可以平少少都係冇問題嘅，問題唔大嘅，因為我哋買二手都非常之多嘅經驗咁如果大家想揾星河單體，又唔想揾過百萬嘅，咁呢一套單位咧就非常之順，非常之啱你啦咁基本上業主係蝕咗係60-70萬噶啦。OK，咁就今集從大家介紹到呢一度啦，我哋就下集見，拜拜。